啦。阿奴，歹势啦，互你等遐久，你紧食啦，拜托你紧食好，莫生气啦。啊，几点啊？你哪即久才转来啦？阿爸，拄则雨落足大，我甲树兰去避雨。啊，恁去庇护，你的衫哪会打屁屁？啊，树兰的衫哪会澹澹？树兰啊，先入去换衫。好。秀兰，衫若换好，紧去煮饭。好，我知。啊，你若用用吼，牛条去拼拼的啦。啊，牛条毋是拢你咧拼？啊，你去拼一个啦。新来。啊？啊，你若用用来拼牛条。哎呦啊！哎呦，哦，有烦恼足痛的啦，可是吼拼食伤多啊，哎呦，着到要死啊！烦恼足痛的。新来。吼，这个囡仔，我若叫他到做工课，早干咱咧背咧啦。煮啊好啊未？我要洗身躯啊啦。下面就好啊啦。你到下面啦。你要创啥啦？你要起笑？要创啥啦？你问伊啊，是啊好羽毛的，无是甲我写，我考上要变做两边啊啦。你白菜我白落。你问伊看我无伊无？我看你要烧菜啊。菜是咱烧的，你真个错这人物。我去边啊啦，看有菜就插吧，烧敢袂使？管你，较无菜，菜敢没有钱买，会当了袂烧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要甲我摆好，我就叫后母来找你。讲啊，我真嘛有惊。你要叫我后摆啊？后摆是安怎？阿姊，你教我读册好无？我煞袂记得，你拢无通去好好读册。秋兰，你是毋是爱读册？嗯。阿君嫂啊，这个大饼甲片金吼，那安尼吼就甲定落去。啊，你搁想看卖，看有搁欠啥？毋然到时用套的，安尼就歹势。有影有影。变的，啊，保这边你讲你有听咧？你欠什么物件？你做你讲啦。阿君嫂啊，啊你问恁祖囝，啊恁祖囝会歹势咯。免问哦，免问恁头家。我是无意见啦。我无甲你讲，问伊嘛是白问的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好好好。哎，过几工啊吼，你若有欠啥，尽量讲无要紧。对方啊，好野人，一定做甲到。多谢多谢多谢。保这边哦，互你全工走一撮，小意思小意思。无都毋免咧。收起来啦。免免，另外搁一包吼，才做伙退着。啊，我先来去。保这边啊，顺行哦。心肝搁大，搁嫌这包伤细包，后边你就恼死了。片金甲大饼吼，我拢甲伊讲好势啊啦。啊，日子吼，对方迄边要家己看啦。啊，伊吼也无要求咱嫁啥物嫁孙啦。啊，我伫咧想讲，咱嫁查某囝若无嫁嫁孙，毋知会去互对方看无目地无？阿敏啊，看你想要啥物哦，甲恁母啊讲啦。啥物物件拢免互我啦，我无要紧啦。我敢若要求恁一项代志，互秋兰去好好读册。
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千里路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等下人就要来带，啊你搁牵牛要出去创啥的啊？阿水啊，叫我载一寡货啦，我真紧就转来。好。好。阿姊，你足水的呢。搁嫁几年啊，你着甲阿姊共款，嘛是爱嫁人啊。你去学校爱认真读册，二百较侪咧，知识较悬咧，以后才通嫁一好翁。像阿姐安尼哦。秋兰，你要做功课，若拄着袂好的所在，你着要问想法咯。阿姊，你啥物时阵会当转来做客？我嘛毋知呢。安尼哦。你呢？你今仔穿安尼真水呢。等下人就要来甲你带，你若踏出咱这间厝的户顶，你就变做好嫁人的新妇。你若嫁去嘉里乡，食的甲穿的，是比咱厝加几落10倍好。也毋过，你都毋通袂记咧，厝内面也阁有恁阿爸、啊甲阿母，也阁恁小弟、啊甲小妹。阮三顿食的是咸酸苦涩，拢是食番薯签伫咧过顿。我讲这代志，你知影？我的意思你了解啦吼？阿母，我知影啦，我拢伫学校读册，厝内的工课嘛无啥做着，连倒是秋兰做比我较侪。你饲我遮尔大汉，应该行的，我会行啦。安尼就对啊啦。较早你阁怨叹阿母，讲互你读册，啥物去学校去用笑咯。但你即嘛知影吼，你著是有读册，人对方毋则遐尼介意你。你今仔日毋则会当嫁着一个这么好的翁婿。阿母，你竟然知影读册捌伫的好处，你有答应要互秋兰去读册，还讲会到，做会到哦。会啦会啦，那这点哦，做你放心啦。阿母，哈？阿母，有啥物代志啦？阿母，亲友叫我来啊！这是啦，我看卖咧。哎呦，秋兰，叫这是来啊呢？变嘞，人来要来带你的啦。你啦，你若嫁出去吼，你着爱听人的家教。佮赶转去嘛袂赴啊！早若知影嘛无爱走即逝。啊伊有诶哦，卡起库克口。沙西苏西索。阿敏嫁出去的过堂间，秋兰嘛真认真咧复习阿敏啊教伊的50音，伊欢喜讲家己会当去学校读册，可惜伊的欢喜干那一天尔。秋兰因老母嘛捌去提起爱互伊去学校读册的代志，秋兰嘛毋敢问。连续3个月，秋兰要做的工课。煞颠倒比以前搁较济，连伊要复习这50音的时间都无。逐工透早就爱3点起来带番薯签、煮早顿，天都还袂光的，就爱行2公里的路，送便当去家里因的农场分老爸食。对农场转来，秋兰就爱对因老母去做临时工。园丁哦，所有的工课无一项做无着。黄昏收工了后，秋兰就爱去挂牛草转来互牛食。着搁洗衫、因草因，定定嘛无闲啊3更半暝。想讲要读一个册，
还是忝啊烂运带走家拄久去，安尼连续2、3个月操落去，大人都袂堪面，何况一个10岁囡仔呢？实在有够咬舌啦！啊，挂一个便当啊，大到现在还袂倒转来。阿母，哎，啊无秋兰啊，啊你行路哪会开脚径啦？啊你来来跪稳落去啦，是安怎啦？哈？啊？哎，安尼烧到安尼啦？阿母，我脚只足痛的。啊，才疼遐，我看卖你。哎呦！啊，这粒虫哪生到遮大粒啦？啊是生几工啊啦？脚骨6工啊。我这看卖。遐疼遐？这虫也未够熟啦，等够熟人若接出来都无代志啊。囡仔人啊火气遐尔大，教人咧生虫啊。你今仔免去做工课啊啦，后壁狗仔遐有迄青草药啊吼，挽一寡转食食就好啊啦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千里都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你惊甲头万八啦哈！你惊甲头万八啦哈！你是怎会惊甲头万八啦？我是小马的囝。啊，你敢骗我？小万哪当时有惊？哈！我甲你讲哦，有人来甲我闹吼，我叫小马来找你。小万啥叮当无惊啦？哈！你免做骗我啦！